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2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这寒流到位，今仔日上低温的是伫个苗栗的三湾，敢若5度2尔。昨昏伫个宜兰太平山透早就开始落冰沙啊，甲落雪。气象署是表示讲，这寒流呢，今仔日温度就会豆啊回升啊，所以雨水嘛会加较减。也毋过拜三开始，也阁有另外一波风面来报道，4到2到就阁开始落雨。温度显示零度，规片金白世界肯不少人来看美景。太平山车到透早落雪，搁有一大米雪，加上基转一线18公里，甲翠峰林道路面拢无结冰。游乐园正向时间开放，互不少人上山足雪。气象处表示，天气豆豆转大，关山落雪几率豆豆降低，寒流一直影响7日透早各地局部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暗过8月2时，寒流减弱，气温会豆豆回升。周1、周2环境是一个转干的过程，将会导致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从白天的20度左右，到了礼拜2的清晨，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低温可能还是有机会来到10出头度的一个低温哦。半日之时，各地高温有希望回升到10度以上。暗过暗时，佫开始受南方云系锋面影响，佫要变天，水汽豆豆变济。中南部会转做侪云底渐雨的天气，吹去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也会转做阴天阵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带大家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呢，这日是开始寒流减弱，气温呢是会豆啊回升。各地呢，这高温拢是伫个20度左右，也毋过早暗温差真大。做回来看温度。这2天，这各地天气其实拢袂歹，敢若东半部甲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也阁有恒春半岛也会落一寡雨。明仔载入暝了后，这南方的云系就北了后，这各地云就会开始变高，南部地区是开始会转做是局部性短暂阵雨的天气。受到这波寒流的影响，气象署是持续针对台湾各地来发布低温特报。根据消防署的统计，今年2月到今已经有400多人寒甲心脏停气，赶紧送病院。伫个新北市的新庄有一个男性，因为天气寒，所以啉一杯，结果无想到煞心脏病发，互警方甲送病院急救。上个警车，你走，你这样车你坐不住了。看情形唔对，派出所员警赶紧协助民众坐警车，因为新北市新庄这10个人有心血管疾病，技术天气冷，佮啉酒造成心脏病发，胸坎仔会闷闷，佮会胸坎痛。家属赶紧到派出所求救，好在在5分钟之内，就将病人安全护送到病院急诊室看医生。老高，你是胸闷是不是？对，然后他有心血管疾病才刚。好，我们先到医院。啊，他是无缘过这样，他还是有喝酒，要有酒味嘞。入冬第3摆寒流，最近气温出现短暂性落差。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统计，敢若是今年2月7日到7月8日，会创伤到院进前心跳停止乌卡到415人。大部分的到院前死亡案例，不外乎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呼吸道的疾病。但气温骤降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血压波动，而造成大小血管的意外事件，像是主动脉剥离、脑梗塞。医师表示，气温向降低，人体周边血管会自动收缩，较会造成血压增悬，增加心脏病甲中风急症发生的机会。所以呼吁有三高甲慢性病患者，除了规律食药啊，注意保暖，也系每日定时磅血压。例如像是胸闷、胸痛、喘呼吸困难、心悸、头晕，突然喘不过气来，或极度疲倦、几近晕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应该及早就医。医师建议老大人寒流来时阵，尽量避免出外运动，另外也要加啉水，避免水分不够。三高患者若是要浸温泉取暖，千万唔通温度伤过热，时间伤过长，则会因为骹手的血管扩张，周边血流量向增加，引起血管或者是脑血管的急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而且天气真寒，来看即马国内流感的疫情要是底无啥会落来，政府是宣布搁要10万剂的公费预防针，希望伫2月20之前会当先提供予65岁以上，也有幼婴仔等11类对象先来做。新北市昨伫新增的峰会广场的注射站来提供最后一批，拢总是300剂的公费流感疫苗。伫昨中到12点，这号码牌就已经分了啊。排队的人对内底大厅排到外面的广场人行道，因为新北市新增峰会广场早到下晡开设疫苗的注射站，提供公费流感加新冠各300剂疫苗。最后一批疫苗无想到中到12点，这号码牌拢已经发完啦。顺利取到疫苗的民众一直讲家己是真好运。7点就起床，然后8点半就到这边排队了。那就是还是很多人来打，对，没有因为寒流的关系。其实我年前就想要打了，那因为一直预约不到那个医院的，就是都打完了，想说，那红会有这个活动，那我想说，那就可以现场来排一下。受到艺人大 S 饲戏员因为为着肺炎加新的影响，最近大家拢想要做疫苗，加上国内流感疫情继续升悬，最近2礼拜新增加25例流感死亡的病例。另外，美国也爆出15年来上界严重的流感的疫情，有超过2400万人去为着流感，13000多人因为流感死亡。所以讲，医师呼吁要出国的民众加高风险的族群，应该赶紧注射疫苗。慢性疾病啊，糖尿病啊，有慢性那个肺部的那个阻塞性的疾病啊，那气喘啊、心脏病啊这些病人就最好来打一下。因应最近流感疫苗注射需求，行政院决定再买10万剂公费流感的疫苗，预计这礼拜发表。疾管署会甲地方的卫生局讨论配送的数量，希望2月20会开始做。我们预计希望在2月20号之前就能够开打，所以这些行政作业最好能够在下个礼拜就能够做一些确认。疾管署讲，这批新买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会优先提供予65岁以上的老人、安养的机构、6个月以上到入学进前的囡仔，也有有新的有龄人，这11类的对象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的是阿东温女子出兵500公尺的项目，咱的选手陈映哲是搁在甲人车拼，落尾伊的成绩是38秒88，伫所有的这个选手内底呢是排第5名。虽然讲无通徛着颁奖台，也毋过伊的成绩也是互人真愕乐。台湾女子选手陈映哲伫500公尺项目排伫咧第6组，甲来自南韩的选手共场竞赛，因过一个示范无在，小可有出去。到第100公尺时阵，陈映哲全力冲，成绩是38秒88，伫4位选手内面排第5名。伫比赛后，伊讲有淡薄失望。最后一个弯道压力没有压好，所以有一点小失控，但后面有赶快再稳回来，所以过程中其实还算 OK， 但还可以再改进。对，虽然无摕牌，不过成绩是袂歹。陈映哲讲，伊会继续努力，把缺点改过来。国要拼冬季奥运，把自己的技术、速度慢慢的一直提升，然后到时候就是用最佳状态来挑战冬奥。同款也尽力的，也有举别得到 F4。台湾伫男子1000加5000接力拢有晋级。一开始是男子1000公尺半总决赛第2组，台湾的蔡家辉无按号码90分，甲包括中国、南韩正强的对手共组，上面蔡家辉成绩1分29秒972。排伫咧小组第5名，无法度晋级准决赛。对自己的原本预设的成绩高了非常多，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比得就是非常好。过来男子5000公尺接力准决赛，咱甲中国、日本、泰国共组，激烈竞争了，咱的成绩7分31秒168，本来排小组第4，不过因为泰国犯规成绩被取消，台湾以小组第3名进入决赛 B 组，成绩7分15秒589，摕到第5名。透过大家稳定的去思考着如何比赛，然后稳定的发挥，到最后也拿下了不错的成绩。得到竞逐出兵选手表现正赞，要继续努力拼后一届亚冬运的颁奖台。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亚冬运的冰球项目，咱的台湾的虽然讲无通拼入总决赛，也毋过咧对香港的比赛当中，无论是攻也是守，拢有真好的表现。落尾是以6-1来攻赢香港。
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冰球预赛，穿白衫的台湾队无缘晋级决赛。在小组赛上尾一场比赛是对进前已经连3败香港。第一在前段，香港射门的次数较多，不过咱守门员齐祖廷，佮在展现动枪铁壁的防守，守甲正严，甲几粒射门拢挡来。在第一节中段，台湾把握攻击的机会，先摕到1-0。这球也是张文年伫咧这一届比赛入的第2球。那一球虽然有点突然，但是进的时候大家都蛮 shock 的，但是还是带起了大家的士气，然后后面才会打得这么好。第一节剩3分钟，台湾各有攻势。在门前，高伟霆接到队友的传球，反杆射门。到第2节中段，10岁黄文竹摕到球条，直接加速来到门前，闪过守门员了，射门提分。黄文竹攻入个人在这一届比赛第3球。无久了，19岁张文伟在咧2波攻势内面攻入台湾的第4加第5球。比赛结束，台湾6-1赢香港。就是很开心，大家可以打完60分钟，然后都是就是尽全力，然后打到最后一刻。台湾女子冰球队在这一届亚冬运上尾成绩是第5名，奋战的精神和全亚洲拢看到台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可能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梳理大专校园体场有3000多个学生转学去北京学校，其中有17%多的学生呢，因为读袂落去转退学，是规整体退学率的3倍左右。专家也建议讲，应该爱予学生伫咧原本的学校来毕业，也应该爱有相关的配套的措施。自由时报。台湾有派心的业者替人办中国的身份证等等的文件，但是查到两项上无是有误打，其中2位伫咧台湾，3位伫咧福建。伫南部呢有旅行社开团，招台湾人去到中国办证件。也若咱台湾的北部也有一间顾问公司，讲去到中国佚佗3天2暝时间，就会当来办中国的身份证。联合报。赖清德总统启动议制协调，这是咱国内呢宪政史上的第1届。今仔日下晡3点，伫咧总统府来举办，希望调也有共识，互国政会当顺利来推行。除了政府总统以外，这5院的首长也来到位，有计会会商95分钟。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立法院调也冲突，这是引起全台湾大罢免的行动。民团第1梯是来锁定国民党19位立委了后，即马第2梯是搁增加12个人，按算今仔日就会甲罢免的提议书送去到中选会啊。另外一方面，这拿赢第1阶段，共款嘛是有12个民进党的立委罢免提议书已经送件。我知道你也不是这个选区的，我在内湖长大的，你拜托你查一下我好不好？国民党青年军要甲罢免李干秀的团体正面冲突，全全台出现大罢免，也有导演也有金钟奖摄影师要来准备拍罢免纪录片。国民党一切都在听共产党的话，所以我觉得全面罢免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大家来共同的支持。正式的跟大家宣布，我们这些导演们开始。那个拍摄的罢免的计划，就是我是从李彦秀罢免李彦秀这个团体开始。彦秀在基层服务已经超过25年，我的问政、服务跟诚信、港沪乡亲是清清楚楚。绿营政客跟侧翼最近是铺天盖地用不实的资讯对彦秀进行抹黑，港湖的民众都看在眼里。那国民党、民进党立委吴排也和国民党青年军锁定罢免，不过去传出这个罢免案内被告林建林、张燕婷所户口到中正艋舺区无满4个月，因为资格无符合，第1阶段连输4项全数退件。罢免团体讲，罢免行动会继续落去。我们要跟吴佩仪委员道歉，让您失望了，因为罢免案会继续，我们有分 A、B 队一起送进去。我们在2月5号送了 A 队，2月6号我们就送进了 B 队 ，A 队不予受理，可是我们的 B 队目前正在进行资料查对中。我怕要求面册来回应讲，政治不应该是报复受分加算计。对着民团发起的大罢免，国民党是以罢制罢，高俊送出12名民进党立委的第1阶段罢免提议书，也来民团也讲会加紧作业，70会搁再送出12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美国甲日本的领袖呢，是搁再一摆来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的代表嘛，伫 WHO 的执委会出声来支持咱台湾。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是搁再公布演训的影片，这或者是表示讲，咱第一岛链呢有较侪拢是美国的盟友，中国无排除是利用演训的影片来表达因的政治立场。各有理念瓦近的国家伫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为台湾发声。尤邦斯瓦蒂尼初次发言的时强调，台湾愿意分享传统医学管理系统的经验甲成果，对各国推广有帮助。日本代表更加表明，伫全球卫生条件之下，地理上台湾无应该缺席。In addressing challenges of global health and responding to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have tremendous impact across the globe, such as COVID-19. There should be no geographical vacuum. This includes regions such as Taiwan that have taken effective measures against COVID-19. 日本毋但伫公会领袖挺台，初次日本首相就泡沫，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双方各一致表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表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也毋过强军说加大对台施压，国防部征求24点钟内14架次强机6架次强舰交代。强军南部政府搁较伫正月初1公布有台湾地图剪影的威胁影片，初8搁发布空军演训影片，也搁强调成功就是作战，起飞就是应对敌人。我们必将升空即作战，起飞即迎敌。学者分析，讲起来讲，即马也是年节期间，也毋过无代表强军就会休兵。发布影片，除了威胁台湾，更加是向美日做政治表态。农历新年并不见得代表说他这个时候一定会休兵，他当然还是有他年度的定期演训的各种的必要性。那其次就是说，用来作为工具去对台湾还有对其他周边国家或者相关的国家去传递强力讯息的这样的目的。学者认为，北京无落见第一岛链又愿以美国盟友像台日韩会谈为主，一直透过军事行动表态，台湾要继续加强国防力量，达到备战才会当备战的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一项正重要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这民众呢对国外买2台以下的手机也是现机等等第2级的电信器材，对今年2月开始，这一台是会收750块的新查费。民众党立委毋过强调来批评 NCC 这款政策毋对，也拿国民党立委郭如君也认为讲，这是咧甲民众抢钱。NCC 是回应讲，其实收新查费，就是因为需要开真侪功夫去操作，毋才会设这项规定。即马自海外买配备 WiFi 拿个3C 智慧机甲产品邮寄转来台湾，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自今年2月初5，拢爱收新查费750块，真侪民众唔知影，拢惊一条。压力很大，原本只是去海外买东西，就是为了要赚便宜啦，结果你又多收钱。它这个成本加了750上去，有没有还是比较便宜的话，那还是会选择。能不要当然最好啊。国民党立委甲如君接到民众陈情，为国外买也是送修返国的拿牙产品，加做 NCC 收费新标的，只要具备拿牙也是射频功能，费用以数量累计，一个手买750块，2个就要1500块，数量愈多收费愈悬。影响的范围甚至还包含了蓝牙滑鼠跟键盘，以及我们所熟悉生活周遭的阿宅配件。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让人不禁怀疑，到底是从平行时空来的，还是想要抢阿宅手上已经仅存的这些希望让台湾科技之岛的实力加强的这些资源跟资金啦。目前已经民众伫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联署，批评这款的政策严重造成不方便。NCC 强调，制定电信管制射频器材相关法规，是为了维护国内电波特殊，避免无符合咱国无线电频段甲发射功率规定的射频器材伫市面上试过传，干扰警察、消防、机场等无线电通信。也表示，新增加的收费标准也是以法制作业定数办理。这本来就是在抢钱啊！我觉得 NCC 真的是正事不干，干起有牌的流氓啊！怎么会突然在大过年过后了以后，突然推出一个如此的扰民，而且从人民的身上拔毛，
的错误的政策。对外界关注敢是会造成暂时产品起价，但是表示国内销售业者是凭先验证明大量进口产品，毋是以自用名义，所以毋免交纳审查费，袂影响国内市场的绩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了后，毋若讲要对加拿大来扣重税，进前阁要甲加拿大吃掉，变作是美国的第51州。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拜五伫一场商会演讲结束了后，哪像就是袂记得甲伊的麦克关掉，讲伊认为 Trump 这回应该是讲真的，目的就是加拿大的扩散资源，这是引起真大的争议。美国总统川普原本要伫2月初对加拿大加扣25%关税，也毋过伫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电话会谈了后，决定延后30天执行。杜鲁道初次伫国内一场内部的工商会议，透露川普是认真想要合并加拿大，成做美国第51州。这个演讲甲无细里泄露到会场外口放送。杜鲁道认为，川普真关心加拿大扩散这天然资源，想要为内底摕好处，所以想要吃掉加拿大，成做美国第51州。对此，加拿大嘛决定寻求加强甲欧盟的贸易合作，来维护全球贸易规范。Since CETA is coming into force, so our trade agreement, we've seen a 65% growth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have seen two-wa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order of about $445 billion. And what we actually talked about was, what can we do better? 加拿大的国际贸易部长吴凤仪表示，加拿大伫推动出口多元化，2018年就有目标，要伫2025年对美国以外出口量增加50%。甲欧盟嘛伫2021年建立原料伙伴关系。暂时加拿大甲欧盟的贸易合作以重要的扩散甲较小型的企业会为主。欧盟毋望甲加拿大建立伙伴关系，来摕到锂矿、镉矿这能源转型的关键技术，减少依赖中国的出口。吴凤仪认为，美国若是坚持要对加拿大加扣关税，加拿大会伫 WTO 世贸组织对美国提出挑战，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相信贸易规范体系国家。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另外，伫墨西哥的南部塔巴斯科州是来发生一件大车祸，这是一台载48人的巴士去互一台对向，那像是变出来这个车道外口的大货车甲弄着，两台车安尼相弄了后，就随着火，包括这个双方的司机在内是拢总有41个人死亡。巴士和大火烧到乌妈妈，只剩车体倾家，另外一边的卡车车头除了变作乌炭，嘛煞为变形。这个车祸发生在墨西哥南部艾斯卡塞加市附近。当地车牌饭店一台载着包括乘客甲2名司机，拢总48人的巴士，行伫塔巴斯科州甲坎昆市中的时阵，技术受到对向车道的卡车偏移车道弄着，马上起火烧起来。Fue como a las 2 de la mañana cuando escuchamos el golpe. Y pues abrimos la ventana y entre que corrimos a auxiliar a porque se oían los gritos, los lamentos, desgraciadamente horribles. 这辆火烧车造成8岁2名司机甲38名乘客被辅导性死亡，而卡车驾驶是当场死亡。Y salimos a querer auxiliar, pero no se pudo, fue demasiado. El impacto de los dos, se prendieron los dos vehículos y pues solamente pudimos ayudar a 10 entre una niña más grave que llevaba rota su cráneo y los otros señores con quemadura. 8岁业者跳考察了后，伫社群平台面册发文，对发生事故回事理，表示大家甲相关部门合作调查代志的真相，卖确认车辆的速度当时是毋是有遵照限制速度。离事发现场到台湾时间7到下晡3点半为止，只有找到18名死者的头骨。当局表示会公布受害者的详细资料甲身份，提供受害者的家属资源，而且协助因甲遗体领到登去。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来看一份上新的报告，根据欧盟的资料呢，1月时这全世界已经创下气象历史以来上悬的温度。原本这专家是预计讲，热带太平洋是因为反省因气候周期，所以这温度呢是会较高。也毋过，即马煞颠倒称起来，显示讲这地球气候反常的问题，恐惊已经比咱人所想的要搁较严重。
北半球有风台顶级的火烧风，伫南加州烧出末日野火。南半球的阿根廷是出现破纪录夏季高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水上乐园客满耍水的民众。欧盟的科学家七日公布的上新气温数据讲，今年这个1月的气温比去年同期升0.09度，创下有纪录以来上介热1月的新纪录，而且比工业前平均的温度高1.75度，延续2023年甲2024年气温连续创新高的趋势。And this is not only the warmest January on record, but it's also the 18th month in the last 19-month period where global air surface temperatures have been more than 1.5 degrees above that pre-industrial average. 科学家讲，上奇怪现象都是按照气候周期轮流来讲，应该是反性型现象到位的时阵，也就是热带太平洋几大片较冷的海流上涨的时阵，应该温度会降低，啊，毋过说反常无降低，颠倒升温。The key thing is that now we're getting these El Nino and La Nina events in a warmer world because of rising greenhouse gas levels. So that's making the extremes even more severe. 科学家讲，全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都是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创新高。另外，森林开发等因素也会增加气候变化。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明仔载开始呢，会宣布要对进口入来美国的所有的钢铁、甲阿鲁米等等的制品来扣25%的关税。加拿大甲墨西哥是拢无例外，而且呢，后礼拜也会来宣布其他的关税措施。面对中国伫南海愈来愈硬的行动，菲律宾也找国际朋友来谈判。加拿大的大使表示讲，当咧准备甲菲律宾来签协定，允准双方伫领土来设军队，谈判已经来到上尾仔的阶段。洪都拉斯今年11月底就要来举办总统大选，主要的在野党参选人发表政见的时阵，强调台湾是正重要的朋友，支持洪都拉斯甲台湾恢复外交，而且甲中国断交。好，另外国内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有一对母仔囝去台北捷运的板南线来坐车，结果呢无讲无答，煞去打人的警架头，引起对方的不满。双方呢骂到最后是起骹动手，但到警察来处理的时阵，这对母仔囝情绪也是真激动，甚至去伤害到家己，所以落尾互警察甲强制送病院。不要打！车厢内激烈的酒喝辣辣，双方相拍，几个人摔伫涂骹，场面目睭混乱。穿羽绒外套的女子一直手握卡斩，佮大声哀，互袂少乘客惊甲袂害。队内来骚动，公车真侪乘客赶紧落车，规面是紧张佮惊吓。听到打斗声，人就是打进来，妈妈的部分就是有点大喊大叫，对，就是有点恶人先告状，两个发生口角，然后就打起来了。我看到的时候，当下就先去叫那个工作人员。车到中昼12点外，一台捷运板南线列车驶到中华复兴站，冲对场面强要爆发。警方调查，一对母仔囝坐车，母亲突然无理由的去打人的警架头，互乘客反问一击，夺揪对方的衫领，所以爆发肢体冲突。有人看情形可控，也无辜受栽赃。当然，只有3个人受影响。妈妈主动去搭民众的那个肩膀，民众问他：“你搭我肩膀干什么？”结果母亲可能情绪上来了以后，就跟他有拉扯。经过问被害乘客目前拢暂时无提过，只是自今年到今嘛，细项的惊碰见，大家小打小骂，甚至引起肢体冲突事件，在温室部处理超过360件。警方也提醒旅客坐车，心情尽量放平静，面对紧急状况，善用车厢的紧急气流，也是随报警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彰化有一台轿车呢，伫拜六暗的时冲入去园林市一间超市内底，规片窗仔门砖个甲弄互破，这玻璃碎片也佮有商品是落甲贵死价，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警方是表示讲，这个驾驶呢并无食酒，伊讲就是甲油门当作是挡啊，毋才会出意外。
银色轿车正话进入便利商店的停车位，但是原本应该爱停车，却唔知影什么原因，轿车又搁突然间加速向前冲，直接弄破便利商店的窗仔，车搁再冲入去店内底，唔那玻璃碎片散甲规涂骹，店内底架仔甲商品嘛去用弄甲哩哩啦啦。连影印机等设备嘛拢弄下去，我觉得很夸张啊，因为他可能是太紧张哈，或者想睡觉。我考对我几个，这是什么原因？用这样一个，我看他们的影印机都没有插电耶。哎，你们这里要装潢啊？不是，被车子撞到。订来超商的人客，隔天看到安尼状况，拢感觉真撼。这件车祸发生在咧8号暗时10点外。31岁驾驶开车要到彰化县员林市员林园边这间超商，但是可能把油门当作刹车，才会开车冲入去超商内底。加在当时迄个位无人，才无造成伤亡，驾驶家己嘛无受伤。至便利商店购物，停车时不慎误踩油门，车辆暴冲进入该店，致玻璃落地窗毁损，造成店家财务损失。该店家财损目前清点中，现场无人受伤。称你亦无酒驾情事。警方表示，肇事的驾驶并无啉酒开车，精神状况嘛正常。真正的肇事原因也搁会厘清。被弄下去的窗仔，超商业者已经先用木板封起来，损失部分也搁爱评估。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几天大家拢咧关注的高雄连环杀人案，这专案小组伫鉴定河5号船道呢，佮找到部分的遗体。另外，警方嘛怀疑有部分遗体呢，可能已经互嫌犯拿入去做粪扫甲弹掉啊。所以昨是去到高雄林武的焚化厂来扩大调查，要过来呢嘛会来考虑去挖嫌犯因厝内底便所的化学池啊，希望会当赶紧查到真相。警消人员在树林村阁出发，找高雄连环命案的遗骸已经第4天啊。专案小组找到继续锁定前镇河地块暗沟，往高雄港甲2526码头方向继续找到包含倒冰箱底、加架平卡盘这4个遗骸。也有指出有另外一名女性哦，那我们昨天已经制作过笔录哦，证实她是平安的哦。听讲市长的嫌犯本来也锁定第4个目标，警方证实并且讲这当事人确认是平安的。由嫌犯互抓到了后，一直无承认犯行。警察局长进行亲身问案情，也互这个嫌犯来呛声。虽然他矢口狡辩、抵赖，但是他还是逃不过铁的证据。局长讲，正完成比对遗骸，大部分是第3案着林的负责人。另外有一块刑勘的残骸是属第2案4点的负责人。第1案嫌犯的兄嫂也要找到遗骸。8年级司法警政系统的专家讲，若实在找到重要内脏，希望有机会以嫌犯住的所在废料，也有这遗骸来证明嫌犯犯案。极大量的血迹足以致命，或者说部分遗体啦，用这个方式来做证明，或者其他被推下断崖或推到海里面相关的基证的话，也可以证明说他已经死亡，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起诉的门槛。这个案子比较好的就是它有影像，又找到内脏啊等等这些，基本上就活不了了嘛。在室内又找到有血迹，我想这样的一个关联性，那就看检察官、法官对于这些基证的串联。警方怀疑嫌犯也可能经由粪扫清运来去伫尸体下晡到林武焚化厂来清查。专家讲，第1案时间较久，搜证困难度较悬，若找无可能影响到起诉甲判决。警方讲会扩大来清查，后续无排除加嫌犯徛假化粪伫乌区，希望找到更加多事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伫屏东一间透天厝是发生火灾，住伫内底呢是一对翁仔某，也阁有后生。落尾这妇人人是有成功走出来，也毋过伊的翁婿煞烧死伫咧内面，后生嘛是规身躯54%的烧烫伤，后手专案是会交予火调人员来厘清原因。大火对厝内烧出来，规栋透天互火包围。屏东市清北巷一栋徛架，找到半暝要3点发生火灾，附近居民先听到砰砰的声，倒听到徛架内底伫喊救人，赶紧报警。有听砰砰叫，我就出来叫车，叫救护车，一个内底伫喊救命，喊足大声，我无法度通去。消防局接到通报到现场的时阵，徛架1楼已经全部烧起来，消防人员赶紧有水线拍火。根据了解，徛架内底住一对年岁真大的翁仔某，甲因的后生老太太发现火灾，赶紧先走出来。起来，阮好迄火就到阮楼的皮仔去啊。嘿，啊，谁甲你救出来？我家己行出来。烧烫伤。
消防人员对1楼灶卡救出大约50岁的后生，全身2度烧烫伤达54%，因为厝内顶真侪物件，增加抢救的难度。火势伫3点40控制，消防人员处理残火的时阵，伫客厅发现失伫长期倒眠床的老先生，但已经过往。在进行残火处理的时候，于1楼客厅发现先生被铁柜压住，那现场所有受困民众都已经救出。火势到大约4点半才灭掉，天光了，现场扭起封锁线，火调人员来到现场搜证，详细事故原因要等火调人员调查厘清。公视新闻陈焕武、面交馆屏东报道。今礼拜三就是15元宵节，这即马呢全国各地拢开始咧办活动，亲像伫台南龙里门这圣母庙抢春牛，都有上万人来参加。也若伫台东的元宵料景，昨呢是先抽签来决定参加的76队阵头的队伍。要对元宵节迄天开始，中昼呢就伫市区开始来闹热2天。今节活动陆续伫各地举行，初八暗时，台南龙里门抢春牛活动吸引1万人参加。等舞台拼春牛，纸做的春牛一拼落来，民众都客做伙，想要掠牛皮，有人客甲跋倒，发生短暂冲突。下礼拜就是元宵节全国民俗活动，北天灯、南风炮、东邯郸是重头戏。初八大东关也开始炸邯郸，暗过大东关12、13，也佫有2日留在市区庙会阵头示景。今年总共76个队伍参加，最到早起正式抽签。这活动是咱台东是一个重要的庙事的地方的宗教活动啊。以前大东关元宵庙会示景，捌发生部分队伍杀来杀去冲突。大东分局伫个抽口啊会场也进行宣导，呼吁各阵头遵守环境的疏导措施，爱自我约束，唔通发生违法事件。咱拢有对酒醉的，无去来全部安记，其他的交通违规的部分，咱拢有设有专项对做一个处理。县府民政局强调，今年元宵节是伫拜3是正常上班时间，庙会活动是伫下班时阵才开始。呼吁阵头队伍甲民众爱遵守交通管制，避免发生意外。公视新闻台东报道。华东地区去年4月初3大地震，佮互这风台扫过，所以即马当地观光旅游是发展了无偌好。交通部观光署也来拍影片到行销，目前观光巴士呢是有优惠。观光署表示，讲卖透过演唱会、佮音乐会等等的活动，继续吸人客。我则伫金黄色的吊餐中拍开双手，体会风甲伫我的流动，嘛通看到华东美丽自然环境。这是交通部观光署为着要振兴华联的观光，特别翕的国际旅游影片 Eastern Flow， 以流动做概念，希望民众来到华东享受山海的流动，放轻松，走出自我。其实我去华东很多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边的一种流动感。我们是要强调那种流动跟连结，除了情感的连结，还有这自由的一个空气跟这个人的一个联系跟交流。花莲甲台东因为去年4月初3大地震，佮有后续风台影响，观光产业严重损动。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东管处113年游客量大约202万3000外人，比112年306万8000外人是减少34%左右。交通部观光署也表示，虽然2025年无华东的国民旅游补助，不过观光巴士依然有提供优惠。那么其他地方在观巴的部分420，但是我们在花莲有特别优惠，所以我们在1月到5月18号是1折，那5月19号开始到10月31号是3折。另外，观光署嘛建议民众会当加运用代替，嘛表示未来会透过办演唱会、音乐会等等的活动来请旅客到华东旅游。东管处嘛建议民众在规划行程的时，会当透过东海岸行动旅服网，通查到当地交通甲天气，希望让民众安心佚佗，到庭体验华东多元的生活甲文化。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
成效辅导网站公布2025年高中生上届介意的前100个科系排名，第1名就是政大法律系，而且呢，这前100名当中上届侪就是法律系，拢总是有10个系入去到名单内底。专家就指出讲，就算即马电机、理工甲资讯当前，这读社会组的学生，嘛会看重就业来选择出路较明确的。大学学测的成绩在1月25日公布，考生会开始准备报名个人的申请。对一寡科系是考生会特别注意的。大学文网站公告过去一档拢总5319万条的浏览数，对全国2658个科系去做上侪人点入去看的100个热门科系排行，结果发现讲就业取向的需求搁较悬、搁较明显。理组的电机和资讯科系排名是全面提悬，文组的法律系有10系入榜，整体排名起立，政大法律第一摆摕到第1名。其实反映了社会组的焦虑啦，因为其实去年整个 AI 打下来之后，老实说，社会组第一个是在高中分组的时候，自然社会组选组人就变得少很多啊，但是还留在社会组人就会担心说，那是不是连念社会组就是堵死？他将来只要国考考过了之后，他又比较高，就是在社会组里面比较高薪，所以反映出来的当然是比较合理啦。台湾半导体 AI 在科技产业的合国合作是愈来愈多，正需要有智财产、国际商务这资安法务应用，这拢进一步提升法律系的关注度。有高中的教务主任嘛指出讲，今年学测的数 A 偏较难，无排除有少数理组的学生嘛走去了解。它是采据国英数必设嘛，对，所以如果假设他数 A 考不好，他数 B 相对考得蛮高的话，也许他们会去考虑看看。大学文指出讲，国考证照 AI、半导体、金融这相关科系入去榜内拢增加，科大部分有11系入榜，主要是医药和设计相关科系。和前一年比，国立大学入榜的科系对76系减少到69系，私立大学是对24系增加到31系。招牌科系拢有入榜，这明显是和私校学费的补助政策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73间高中只有6%的学校呢是有设性别优先变数。教育局是希望讲，伫3档以来，一校呢拢上无拢会当有一间。也毋过呢，其实有一寡性别优先团体所来调查发现讲，有超过8%的性别优先变数，只是伫本地的无障碍变数，佮加一块性别优先变数的牌仔尔。伫无障碍变数外口的牌仔，佮加挂一个性别优先的牌仔，就变做高中校园的性别优先变数。有民间团体调查台北市11间的学校，拢总有30间的性别优先变数，敢若4间是有符合标准的集中型优先变数，其他26间拢是无障碍变数加挂牌仔起哩尔，比例有86%遐尼悬，引起民团的记录。跨性别的同学就有提到说，像这样子的无障碍厕所加挂牌的状况，其实会让他们在使用上也觉得比较有负担或者是不自在，因为他们也担心会影响到障碍者的使用权益。民间团体解说讲，集中型的性别优先变数，就是学校另外起的变数，内面有坐起来聊到顶顶无共类的马桶，而且每一间都有隔间。不过，有学生指出，虽然学校有集中型的性别优先变数，不过无照顾的品质，使用起来真不安。我们学校有一些厕所是在一些比较老旧的建筑里面，那它的隔板其实是相当的矮的，只要稍微比较高的人，然后手只要垫个脚尖或者手伸过去，他就可以摸到隔壁间这样子。另外，调查嘛发现有真侪高中生捌使用性别优先变数说服同学笑的经验，嘛有大部分的学生唔知影性别优先变数设置的所在。民间团体认为校园的教育宣导无够，希望台北市教育局提出改善的方案，促成性别优先的目标，保障学生的权益。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为着推广母语的文化，台南市府呢是来办理“咱画咱的画”展览，有真侪囡仔是用各种无同款的角度来画出因心中对母语甲俗语的理解。老师咧讲课，下骹学生拢听无到底咧讲啥，囡仔就家己画做鸭，咧听现鸭听落意象。另外一百咧画虎城传统做白架的咧，这创作全拢是囡仔对母语的文句参俗间的理解。每手透过风绘想象，加入色彩，甲画做图。今年南市教育局以“咱画咱的画”做主题，对去年9月定选，拢总有2148件来参赛，引经48件来台南生活美学馆做展出。
抓鱼了后，唔通抓到赤查某，鱼真可怕，好嘛真可怕。但是我感觉拢无我妈妈骂我的时阵恐怖。老马谁气不爱谁才乖。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呢，就被水喷到，他觉得自己很衰，然后就很生气，踩到了狗屎。三年级了，他拍掉了。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就中了彩票，他就觉得很开心。展览的创作元素唔干那台语尔，佮包含客语、原住民族语、参新住民语等等。教育局讲，这通展现语言参艺术之间的魅力，嘛讲会继续推动这款无共族群结合的活动，要互人感受咱这土地多元文化的水。咱是用真悬的规格吼，用特定的方式，互囡仔的作品吼，有一种真高尚的迄个感觉。吼鼓励囡仔吼，后摆佫继续吼往这个生活美学，也是讲艺术这方面。母语的推动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嘛是教育局吼长年以来交所有的学校共同咧努力打拼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育工作。展览等到2月2日，特别的是台北图拢有 QR code 扫落去，就当看到小画家小解因的设计理念。这个展览唔但互大家看到囡仔的创意，嘛互人感受到学生对母语满满的热情。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关心的是国家影视厅中心呢出版标写歌戏国宝杨丽花的《如有神在》，杨丽花伊的时代这本册，希望社会大众会当透过杨丽花的故事来了解台湾歌戏的历史。如有神在，杨丽花伊的时代。歌戏演员陈阿兰甲现场观众做伙用歌戏身段呈现这本新册《如有神在杨丽花伊的时代》。礼拜日台北国际册展办新册发表会，杨丽花自细汉开始搬戏，对内台搬到电视电影。伫歌戏这条路上，杨丽花参加的陈阿兰受到杨丽花的影响，即摆也为着歌戏传承继续打拼。陈阿兰表示，杨丽花就是台湾歌戏上有代表性的人物。她的一生从小。然后历经过这么多的年代，也算是可以说是台湾历史的缩影吧。这本册分做10部，呈现伫内台广播电视电影到现代舞台无共时期，杨丽花对台湾歌戏的影响。作者希望透过杨丽花，互读者完整理解歌戏的水。伊入广播、入电视、拍电影，拢是入去就是唱甲抓袂掉，而且是一波一波愈来愈旺，就是迄个时机太对了。杨丽花一生拢注心伫歌戏，对演戏到推广传承歌戏文化，拢有真大的贡献。这本册用4档月的时间完成研究采访，也收录陈阿兰、郝秀莲佮编剧学者对台湾歌戏发展的观察。出版社希望互杨丽花伫台湾歌戏有一个全新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施老师伊是写研究杨丽花，研究咱台湾的歌戏，然后佮加上讲伊是一个编剧者。所以伊写出来的物件是绝对拢无共款的，所以伊就是会做比杨丽花这个故事更较大的历史。这本册是国家影视厅文化中心和远流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国家影视厅文化中心也表示，2025年会使讲是杨丽花年。除了年册新册发表会，伫2月2日会有正式见面会，9月份按算办理杨丽花特展，预告年底会正式播送世界初恋杨丽花的纪录片。记者张家嘅柯秉哲台北报道。嘉义县鹿草的焚化厂到今已经营运超过20年啊！最近呢，要来整合原本焚化厂的收水池，也有生态园区，做伙来转型，希望会当提供民众一个运动休闲的好所在。民众伫游泳池内底使用设施，边仔有游泳队伫遮来训练，外口有健身房、运动教室。鹿草乡焚化厂成立的运动中心，才到即天正式对外启用。过去咱这焚化炉是无毋对，是大家全讨厌，因为全粪扫从位遮来吼，会较有臭味啦，实惊有臭味。吼其实咱即摆在这环境遮已经改善，大家多多来利用这个环境。住伫遮，阮出期待遮会当赶快开幕。焚化厂业者甲家己县政府透过促产的方式。替焚化厂的户外空间建立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园区了后，
搁增加26项工程，建立多元的运动休闲空间，希望要改变民众对焚化场的歹印象。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未来呢也会做得更多，尤其像这次市民都可以来这边运动，甚至来这个旅游，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未来呢，我们也承诺环境部会支持，我们跟台积电会再合作，甚至把这个焚化炉再加上这个碳捕捉，让它这个地方的效益会发生更高。我觉得焚化炉会提供这样的，就是这种公共设备让居民使用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回馈的方式，相对性也会对我们对焚化厂就是有相对性的改观。焚化场指出，这个场馆门后游泳甲健身的训练，还会举办课程讲座，也引进铁人3项的运动训练，要打造全台湾第一座伫焚化场的铁人3项训练基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好，咱就赶紧来看第59届美式卡球比赛，今仔日呢是伫美国的纽奥良来起过，是由堪萨斯酋长甲费城老鹰来相拼。这回这比赛嘛真好看头，中场的表演呢是有1亿外的人在看。今年这广告的介绍也冲到30秒800万美金。It has been a banner year for 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or should I call it the National Foodball Leagu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ootball has been a conspiracy to make us hungry. And we'll call this a pigskin, make people crave bacon. Bacon. And everybody loves bacon. I love bacon. 美式卡球甲美式卡球，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伫咧这期超级杯的广告内面，加一大堆甲食物有关的字，一个甲美式卡球连结。伫过去这个广告上，伊的手法就是好食惯势，哪食哪看比赛人，唔免搁传叫外送就会使。估计这届超级杯收看转播的观众超过1.2亿，业者当然来抢这个胜利。今年全场直播比赛内面80多支广告，其中一寡时段30秒就要800万美金创纪录。$8 million is a lot of money for a corporation, but there is no better moment to get your brand messaging or awareness out there. They're not leaving the room, they're not fast forwarding through them. What's really special about Super Bowl ads is it doesn't just end with the 30 seconds or the 60 seconds on television.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em. 虽然动作上慢，启动着玻璃门，或者是互走卡倒会，这种就是叫做百叶症候群。真侪人伫前一暗看超级杯了，第二天上班的时阵，反应拢慢顿。超级杯广告上真爱用高水的动物，也定定找一寡有名的人伫家己的广告内面出现。最近有名的美乃滋品牌好乐门，就是梅格莱恩加比利克里斯托重现经典的电影，当哈利拄到莎莉，大家正熟的一寡电影的内容。有以前唔捌买过超级杯广告的品牌，也想要试看落档本的效果。真像有名的冰淇淋品牌哈根达斯。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1度到21度，中部地区是9度到21度，南部地区是11度到23度，东部地区12度到21度。也有外岛地区7度到17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